有冇得整張大名球員開心下？Hello， 大家好啊，歡迎返到嚟 Top Corner， 又係我 Even 啊。咁上一條片開完 Finals，咁又暫時冇咩新 product 可以開，咁就揀咗呢一款24至25年度 Panini Select EPL。咁咧佢嘅售價大約1800至到2100蚊度啦，咁我就1100蚊入手。咁佢就有12包，每包有5張卡。咁佢最主要係包3張簽名或者物料卡啦。咁除咗簽名同物料卡之外咧，咁佢其中一款 case 咧就係由 Stained Glass 啦。咁佢每一年咧都係最多人追係呢一款嘅 case 㗎啦。咁另外講下有咩 RC 值得可以追啦。咁當中最高價值嘅咧就有阿仙奴嘅利維斯史基利啦。咁另外仲有熱刺嘅亞治格雷同埋巴里法咧都比較多人追嘅。咁好啦，喺開箱之前呢，如果你係中意睇呢一類型嘅開箱影片，記得俾個 like、share 俾朋友睇，同埋訂閱我個頻道啊！我哋依家開始啦。OK，first pack，Onana，沃特包斯，古華煙上嚟嘅呢張 Slap Shot 啊，咁下一張，哇 Redemption 喎，第一包就嚟 Redemption 喎，好睇睇張古華嘅煙上啦，咁快俾張 Redemption 我，好，我哋留返最尾先睇啊，咁我哋繼續。第二包，森林 RC 狼隊，好，第一張限號卡，班尼茅夫嘅 RC 啊，咁就19 of 99。後面仲有張 RC， 咁亞治格雷，咁就冇 number 嘅，咁紅色線啦。第二張限號，卡仔啊，阿仙奴，咁就睇睇咩 number 先。頭冧啊，1 of 125啊，後面又有一張 RC 喎。又係亞治格雷，都係冇 number 嘅，有啲可惜啊。咁有 number 價值可能會高少少啦。有張厚卡，咁就應該係布嚟嘅，睇睇係邊個？班尼茅夫啊，阿羅祖啊，咁物料卡啦，後面仲有張水晶宮嘅 insert 俾大家睇睇。咁就呢一款又冇冧嘅，普普通通啦。尼芬哥連斯、班尼茅夫，有張 number 卡，道古啊，襯翻個隊伍啊 ，Team Colour 啦都可以叫做。咁後面又嚟 RC 啦，咁都係藍色無限號。摩爾啊。41 over 49，沙拿迪列茲，加利夫巴利又係熱刺啊，都幾多熱刺啊呢盒嘢。咁就94 of 99，好，傑斯韋治狼隊 RC， 咁再嚟 insert。加文菲納斯啊 ，Slap Shot， 仲有張厚卡
睇下邊個先，可唔可以物料加簽名啊？睇下邊個，祖奧菲力斯啊，車路士，今日冇簽名，都係普通物料卡。咁就冇限號啦，都係。家譜，喂，孫興文，咁啊紫色呢款好似係高限嚟嘅，咁就73 of 140啊。如果低限啲就好啦。好啦，咁就開晒啦，嚟到戲肉啦 ，Redemption 簽名，可唔可以畀張大名球員嚟啊？整張碧咸嚟啊！卡 number 28，謝拉特啊！哇！40多碼，咁又第一次中 Redemption 啦。好啦，話咁快就開完啦。咁我覺得呢一盒呢，我自己就開得麻麻地啦。不過 Panini 英超嘅版權呢，已經係最後一年㗎啦。咁啊，下個球季開始就唔會再有 EPL 呢一系列啦。咁所以都幾值得玩下嘅，我覺得。好啦，咁今日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睇到呢一刻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